新北市邦桥一间幼儿园饲鹅案件，新北地检署以证据无够，无起诉处分。新北市政府早起嘛公布行政调查的结果，指出讲这间幼儿园无问题，所以主动撤销废止立案许可的行政处分。嘛强调讲园方若需要提出国家赔偿，卖协助。也毋过有家长对地检署的处分嘛是有疑虑。几百通的电话。 要我们去死，说我们的良心到底在哪里？但是没有做的事情，我们就是没有。广告中心的所在，何老师后田老目屎，控诉时代力量王美君、王婉如无心审判，将教师的告诉外流，互因这段日子身心真艰苦。当家律师建议对两个人提起诉讼。司法可以还给我们清白，但没有人还给我们公道。 政治人物该提出的诉讼跟告诉，我们会再严拟。真受关注的新北邦桥幼儿园饲养案，12前早终结，包括园长在内有9个人拢是无起诉处分。新北市政府13公布行政调查结果，教育局长张明文指出，经过调查。 这间幼儿园并无不当对待幼生的代志，会主动撤销废止立案许可的行政处分。教育局会主动撤销其废止设立许可之行政处分，并依规定主动予以协助。 新北记者会的陪伴顶面，搁较打出过去这段期间面册甲报道，因为种种不实的指控，破坏社会信任。副市长刘浩仁也点名副总统赖清德应该为当初的采访有罪言论喊苦来回释嘞。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彩虹药水戒断症状从您口中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的讶异。道歉。 有这么难吗？该有行政调查，该有作为保护这些孩童的一个健康，这个都是父母官的一个责任呐。除了主动撤销废止设立许可的行政处分，佮依规定主动互因协助。市府12已经主动联系这间幼儿园，若园方要提出告赔，后续也会全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